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3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6篇，以赛亚书第60章17到22节，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被医治。人人都需要主，因为人是软弱的，就如同耶稣基督他曾经说，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被掳的以色列人，在困苦艰难中的以色列人，就如同没有见到天日的那个样子，他们需要上帝的光照，需要上帝的救恩。很多时候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可以面对，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。因为呢，人连明天会如何都无法掌握了，更何况在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，更需要有上帝的保守、带领、拯救和医治。上帝在历史中一再的透过先知告诉以色列人有关他自己的应许。但是如同我们昨天在读经分享里面所提到的，人们总是装聋作哑，充耳不闻。但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救恩并不会因此而取消。以赛亚先知他传递上帝的应许说，我要拿黄金来代替铜，银子要来代替铁，铜要代替木头，铁代替石头。你的统治者不再欺压你，我要使他们以正义和平来治理你。你境内不再听见凶暴的声音，你的国土不再遭受蹂躏。我要向城墙维护你，你要因我的拯救赞美我。白天你不再需要太阳，夜晚你不再需要月亮。我，你的上帝是你永远的光。我，你的上帝的荣光要照耀你。太阳永不下山，月亮永不隐藏。我，你的上主是他永远的光。你悲伤的日子将要终止，你的人民要秉公行义，他们要永远继承这地。我亲手造他们，培养他们，为的是要彰显我的荣耀。你们最小的家要成为大族，最弱的族要成为强国。我是上主，在时机成熟时，我上帝要使这事迅速发生。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凶恶，要赐下救恩，如同阳光一样的普照。当我们有上帝的同在，其实就不需要阳光的照射。如果我们能够被上帝医治，我们就不需要在病痛之中了。如果我们有上帝的怜悯同在，我们就不在苦难之中了。对现代的基督徒而言，这特别是指着我们的心灵的问题，我们需要上帝的同在及医治。昨天我们提到了以色列人听却没有听见，看
却看不到。他们的心灵闭塞，不愿意听从上帝的旨意。他们需要上帝心灵上的医治，让他们的心灵的眼可看，心灵的耳可听。圣经记载耶稣基督的医治神迹，在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，经文记载了有2个盲人以及一个被鬼附身的人，他们得到医治的事情。当时候如同这样的一个神迹，会使一边的人感到惊讶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的病竟然能够得到医治，并且不是透过所谓的医疗行为。事实上是当时这些事都是不治之症，因此他们不能明白这种病得医治的那种恩典。甚至有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说，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。鬼王在原文是别西卜，然而得到医治却是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就是要寻求。生病的人一定得去到医院去找医生，医生才能帮助他。这2个圣经里面的盲人应该是听过耶稣基督的事迹，因此他们听到耶稣要从这边过，他们就跟着耶稣，就说：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们吧。我们用现代的说法，可以说是这2个盲人已经挂了号了，去找了耶稣他们的医生了。第二个，寻求。之后我们要讲的是信心。耶稣问那2个眼盲的人说：你们信我能做这件事吗？他们就回答说：主啊，我们信。他们就得医治了。第3个，顺服。好几次耶稣要那一些来求医治的人，就按照他所说的话去做。例如十夫长，那个是个长得大麻风的人，耶稣要他们去给祭司检查。在此之前，耶稣基督并没有做任何的动作，但是顺服耶稣基督的人们就会得到医治。又如同那个长大麻风的乃縵将军一样，当先知以利沙告诉他说要去约旦河洗7次，原先他的骄傲告诉他不要接受，后来他就顺服了先知的话语，而得到了医治。最后一个是怜悯。其实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怜悯，除了前面几件很重要的条件之外，我们看看眼盲的扫罗，长大麻风的乃縵，福音书当中所有的得医治的人们，尼尼微城悔改的人们，都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而得救、得医治。福音书记载的那一位百夫长对耶稣基督说：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。我要你只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定会好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。
对我的仆人说：“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”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8章第8节到第9节的。诗篇146篇，我要赞美上主，我的灵啊，你要颂赞上主。我有生之日要赞美他，我要一生一世歌颂我的上帝。不要依靠世上的领袖，不要信赖必朽的人，他救不了你们，他们一死便归尘土。他的策划当天变成泡影。那得到雅各上帝帮助的多么有福啊！那投靠上主他的上帝的人多么的幸福啊！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他始终坚守他自己的诺言。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，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，上主使被囚的人得到自由，使盲人能看见。他扶起被欺压的人，他爱惜正直的人，他保护寄居的外人，他扶助孤儿寡妇，他要挫败邪恶人的诡计。上主要永远作王，西安哪，你的上帝要永远掌权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上帝赐下医治之恩，让我们能够因为相信，因为我们愿意恳求而蒙主的怜悯医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